欢迎收看《Go Go 拱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导盲犬训练协会。而说到导盲犬呢，其实它可是母仆感应，就是失明的人很重要的一双母助眼睛。今天 GoGo 直击就带大家直击导盲犬训练师这个行业。导盲犬学会走直线之后，就要开始学习避开障碍物，这样走在马路上才不会让主人陷入危险的状况中。所以导盲犬训练师很重要，要让导盲犬学习怎么跟母仆感应合作，这样才能够让母仆感应舔熟安穿过马路。嗨，桑尼。嗨，卷头。我们在训练导盲犬的时候，平常要注意些什么啊？最主要是要依照它的个性，给予适合它的一些训练的方式。最初阶开始进来的训练是教它如何去走直线，因为直线对于我们的视障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。训练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要让一只不爱走路的狗狗变成爱走路的狗，其实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那要让它觉得走路是一件有自信，可以让它有自信的事情。对，那我们就来学走路喽，卷头，走。有户外训练，也有室内训练。室内训练一样动难，看一看导盲犬训练师得要教会导盲犬在室内找到椅子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母仆感应有地方休息。另外走到室内障碍物也不少，所以在室内也得要训练避开障碍物，这样才能让母仆感应安心过生活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认识的这职业，不管是导盲犬或者是导盲犬训练师，他们都值得让我们好好敬重他们，因为呢，他们让失明的人看见这个世界。当然喽，认识新的词也要来复习一遍了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失明，母仆。第二个呢就是马路，马路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帮助失明者安全过马路，让母仆感應停手安全過馬路，讓母仆感應停手安全過馬路。导盲犬以及导盲犬训练师非常的值得大家敬重，我们也要记得下一次看到他们，给他们更多的礼让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